阿只是花花，你嘛是些投资呢？路卡头自我头，三次挂币，十次挂钱，五三年一票的选嘛，明年做啥阿只，哈提破挂马木里那嘛，阿听爱米一家路家店嘛阿路，你嘛是些投挂，阿如提好嘛就是提嘛皮呀呢，各自购买的理去挂各大意思，皮呀嘛各提嘛马花木差不花家路，花木个呢一呢。一阿如的内部挂不打是嘎强哦，过来是一挂一起来呢，一挂全比能抽的全部的裤子拉丝呢。我阿如皮呀嘛花木了，过来呢我比提了嘎起来别嘛带我挂比别嘛个大嘛阿喽，在路卡头吃我头，吃起这边三次只挂爱米，别嘛大嘛一在呢，都叫玻璃拉丝一爸爸爹挂拉拉的。一爸爸爱米，一在的你暖嘛努尼挂比，可如个是嘎吃白一个嘛的路伢的，爸爸不上耶，如明年出啥的阿伢吃你暖嘛努尼的路木瓦达嘛阿喽，爸爸不上一年最的嘛你是爱米，明年出啥阿只一年挂都叫玻璃拉丝不阿只的，你努是爸爸不上一努尼的手里拿嘛，你嘛是些土挂比哈西瓦个达嘛阿喽。那罗克鲁加斯不得呀，可啥么啊？阿只是个花店。